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16，咱做伙来读耶利米书第13章到第16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3章，上主对我讲：“你去买一条麻布做的腰带来下腰，毋通甲伊浸伫水里。”我就照上主的话，要调腰带下腰。上主的话第二遍甲我讲：“将你买的腰带下地起来，去幼发粒子河，将迄条腰带藏伫石头旁。”我照上主的命令，将迄条腰带藏伫幼发粒子河遐。过真侪日，上主阁对我讲：“你赶紧去幼发粒子河，将我叫你藏伫遐的腰带摕来。”我就去幼发粒子河遐，将我藏的腰带挖出来。我一个看，腰带已经烂去，无路用啦。上主阁对我讲：“我要照安尼破坏犹大的骄傲，以及耶路撒冷搁较大的骄傲。这个小的人民毋肯听我的话，对因顾一个心去拜别个神明，因为亲像这条无路用的腰带，我的以色列甲犹大全家甲我结连，亲像腰带甲人的身躯结连，诚做我的子民，互我得到名声声称赞甲荣光。毋过因毋听从，上主安尼宣告：你去对人民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甲我讲，要叫以色列人将酒甲酒甕拢对互甜，因为讲阮煞毋知逐个酒甕拢着对互满。你着对因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我要用酒互坐伫台北王位的，这时先知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啉甲醉。我要互因醉甲起冲突，连爸囝嘛安尼。我无要同情，无要疼惜，无要怜悯，一定要甲因彻底消灭。恁以色列人啊，着注意听，毋通骄傲。上主已经安尼宣布：伫上主恁的上帝也袂互黑暗来到，伫黑暗的山里，恁的脚也袂绊倒以前，恁着将阳光归互伊。若无，伊会互死人的山黑暗代替恁期待的光明。恁若毋听，我会因为恁的骄傲暗中提靠，我会为着恁痛苦流目屎，因为上主的子民互人掠去啦。上主叫我对王甲太后讲：恁着谦卑坐伫下面，因为恁头壳顶水的王冠已经落落去。尼格夫遐个城的门关条条，无人出入，犹大人民拢受掠啦。耶路撒冷着注意看对北边来的对敌。早前交代你照顾你所夸口的人民，但伫倒位？你以前栽培的盟友来统治你，你了还有甚物话通讲？你会痛苦，亲像产妇催阵。你想要知是安怎我有这个灾难？是安怎我会啥互人踢破？我互人强暴？是因为你犯的罪真重。古时人若会当改变因的皮肤色，把改变因的灰点，恁这个惯势做歹的人嘛会当做好。上主讲：我要甲恁赶散，亲像旷野的风吹散草油。这是恁应该得到的报应，因为恁已经袂记得我，去拜虚假的神明。我要掀你的裙，砍你的面，互人看到你的见笑。你伫山仑啊，伫野外服侍遐的神明，亲像出声行淫乱苦的景象，我拢有看见。耶路撒冷啊，你要到第时才会清气，
你有知迄啦？第14章，上主对耶利米讲起有关抗旱的事，犹大哀伤，伊的城镇衰微，人民坐伫涂骹低哭，耶路撒冷啼哭一声透到天顶，好野人找萝卜去集水，因去到水池找无水，带空空的器具，见笑，失望搭头壳倒来。天无落雨，土地必离，这是人嘛失望搭头壳，因为无草料，亚罗母放杀伊生的罗仔囝，也如徛伫无草原的所在，亲像豺狼喘大气，因为无草通食，目睭失神。上主啊，阮的罪若控告阮，虽然阮做遍背叛你，不时得罪你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拯救阮。你是以色列的仰望，是阮艰难的时的救主。你是安怎亲像出外人，过一暝就离开？你是安怎亲像着生惊，无气力救人的勇士？上主，你确实伫阮中间，阮是你的，求你毋通离开阮。关系这人，上主安尼讲，因真爱照家己的意思四界走，无要约束家己的骹步，所以我袂接纳因。但我要甲因的罪记得，甲因刑罚。上主阁对我讲，你毋免为着这的人民对我求情，因就是禁食祈祷，我嘛无要听；就是献烧化祭甲素祭，我嘛毋接纳。我颠倒要用刀剑、奇远瘟疫甲因消灭。我就讲，至悬的上主啊，遐个先知捌对因讲，恁无有战乱，无奇远，因为上主永远要伫即个所在享受恁永远的平安。毋过上主对我讲，遐个先知用我的名讲白杀，我无差派因，嘛无命令因，根本就无对因讲话，因对恁讲的语言是虚假的异象，是无路用的卜卦，是对因心内出来诡诈的话。所以讲到遐个用我的名讲白菜先知，我无差派因，因讲即个所在无有战争甲奇远，我颠倒要用安尼甲因消灭。遐个听因讲白菜的人民嘛会有相款的结局，因甲因某囝的身世无人来，为互人迄伫耶路撒冷的街路，我要因为因的孝甲因报应。上主吩咐我，着对这的人民讲，愿我的目屎明日流无煞，因为我所听的人民受伤真严重。我出去田野，看到互倒刣死的人行入城，看到因为饥荒煞破病的人，这是甲先知流亡去到因毋知的所在。你兼完全气煞犹大，你兼真正眼目色眼，你是安怎甲阮拍甲互阮袂一定？阮期待幸福欢迎，毋过无一项好。阮期待医治的机会，毋过惊吓忽然来到。上主啊，阮承认家己的罪，承认阮祖先的罪过，阮有得罪你，求你因为你的名的缘故，无气煞阮，无互你阳光的宝座受侮辱，求你为记得你甲阮所立的约。外族虚假的声明，倒一个会互天落雨？天减为家己落雨，减毋是只有你上主，阮的上帝这话。阮的仰望在伫你，因为这的一切拢是你做的。第15章，上主对我讲，就是摩西甲撒母耳徛伫我面前替犹大人民祈求，我嘛无要怜悯因。你着将因对我面前赶走，叫因离开。因若问，阮要走去倒位，你就甲因讲。上主安尼讲，注定平视的会平视，
注定正死的为正死，注定饿死的为饿死，注定受掠的为受掠。我上主已经决定，因为拄着4项灾害，死伫倒下野狗拖去，空中的飞鸟夺去，甲地上的走兽食去。犹大王希西家的囝马拉西伫耶路撒冷犯的罪，我要互所有的人民看到就厌恶。上主讲：耶路撒冷啊，什么人会可怜恁？什么人会为恁悲伤？什么人会回头甲恁请安？恁已经离开我，活转心毋插我。我要伸手攻击恁，毁坏恁，无要过怜悯恁。我要伫即所在逐个城镇将恁赶散，亲像盐麦灰。我要消灭恁，杀死恁的儿女，因为恁拢无悔改。我要互恁的寡妇比海沙较侪。我要互毁灭者透中道来，攻击少年人的老母，互痛苦惊吓忽然临到恁。生7个儿女的老母衰弱无力，伊的希望忽然消失，伊就绝望见效。我要互因会对着害死因剩落来的人，上主安尼宣布：阿母，我真凄惨，你生我真做一个甲全国人民冲突，互人指责的人。我毋捌借钱互人，嘛毋捌甲别人借钱，毋过所有的人拢甲我咒诅。上主，我若无真心服侍你，若无为着对敌的灾的对你恳求，原因对我的咒诅实现，减有人会当讲断去，特别是对北方来的人甲铁。上主讲，我的子民伫全国逐所在犯罪，所以我要将因的财富甲宝贝互对敌抢去。我要互因伫因毋捌的国家做对敌的奴隶。我的生气亲像炎火，甲因烧灭。我就对上主讲：上主，你逐项拢知，求你话记伫我，管顾我，求你毋通宽容遐个对敌，互因来害我。你着话记伫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受凌辱。上主万国统帅上帝，你对我讲的话，我逐句拢有听。你的话互我的心欢喜快乐，因为我属伫你。我无甲车花宴乐的人做伙宴乐。我因为你的命令，家己一个静静坐定，满目愤慨。是安怎我的苦痛遐久袂煞？是安怎我受的伤袂医治？你减亲像打起的溪，亲像未靠直的水。上主就应我讲：你若活倒转，我就搁接纳你做我的仆人服侍我。你若讲宝贵的信息，无讲无路用的话，就会当做我的代言人。安尼，人民会归应你，毋过你毋通顺因。面对这人民，我要互你成做坚固的铜墙。因虽然攻击你，毋过袂赢你，因为我甲你同在，要解救你，保护你。我要救你脱离歹人的手，强迫的人的势力。上主安尼宣布。第16章，上主对我讲：你毋通伫即个所在娶某，生后生查某囝。我甲你讲，伫即个所在出世的囡仔，甲因的父母会死伫致命的病，无人有因哀哭，嘛无人甲因埋葬。因的身尸会囥伫涂骹，成做肥料。因若毋是互人杀死，就是饿死。因的尸体成做白鸟甲走兽的食物。你毋通入丧家的厝，嘛毋通为因哀哭，甲因安慰。我袂阁赐平安互我的子民，嘛袂阁怜悯因，对因施慈爱。无论好野还是善者，拢相款
会死伫遐遮，无人甲因埋葬，为因哀哭，无人会挂上家己，剃光头为因哀伤，无人会摕食物互伤家，为着因的家拄着的事甲因安慰，无人会为着因失去父母，互因啉安慰的酒。你毋通入去阎罗的家，甲因做伙啉食。上主万贯统帅，以色列上帝安尼讲：看咧，我要伫恁的目睭前，伫恁要我第一时，互欢喜快乐的声、欢乐喜庆的声，拢对即个所在消息。你甲遮人民讲遮一切的话时，因为问你是安怎上主要讲遮大的灾祸攻击阮？阮是犯着甚物罪？伫甚物所在得罪上主，阮的上帝？你得甲因讲，恁的祖先背叛我，去缀别个神明，甲因互师敬拜，因欺杀我，无遵守我的律法。恁比恁的祖先所做搁较可恶。恁逐个人照各一小的心做代志，无要顺趁我，所以我要甲恁对即个地赶出去，去到恁甲恁的祖先拢毋捌的地，明日拜别个神明，我无要搁怜悯恁。上主讲，时日一个到，人咒诅的时未讲，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永活上主咒詛。因要讲，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离开北方的地，离开伊甲因流放去的达国，迄位永活的上主咒詛。因为我要甲因带倒去我赐予因祖先的土地。上主讲，我要派真侪掠鱼的人去掠这人，后来搁派真侪拍蜡的人去大山小山甲石棚掠因。因一切的所做，我拢有看见。因的罪恶伫我的面前拢袂当隐瞒暗藏。我要加倍报应因所犯一切罪，因为因去拜遐个可恶无性命的偶像，拍拉伤我的土地，用通厌恶的假神贪满我的产业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傀儡，我的堡垒是我拄着危险的时的避难所。万国会对天边海角来到你的面前讲：阮的祖先留落来的是虚假、空虚、无利益的偶像。人兼会当为家己做神，这偶像拢毋是真神。上主讲，即本我要互因清楚捌我的傀儡甲权能，因就知我的称呼是上主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耶利米书第13章到第16章。